去到科技，你睇到我哋無論登月，無論喺其他嘅好多嘅先進嘅領域咧，我哋都已經咧係一個好高嘅水平。我好大嘅印象就係讀小學嘅時候咧，當時中國有個口號，我哋要發展工業，所以嗰陣時嘅追英趕美即係英國同美國係最出名嘅所以係最成功嘅，咁所以係追英趕美。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咧，其實我哋超英係嘛，已經係唔係趕美啦，可能超英越美，跨越美國，有一啲部分嘅技術。你話如果你講到即係可能戰爭嘅武器啊，或者係呢個登月啊，甚至一啲其他乜嘢對天文嘅理解啊等等咧，其實有好多嘢咧已經係去到一個非常之高嘅水平。但呢個值得我哋嘅自豪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我哋好多係自力更生、自己生產。我哋喺學習嘅過程咧，我哋可能碰咗好多壁，但喺咁情況之下，我哋喺改變我哋自己，令到我哋自己要去發展。今日特別，我覺得有啲嘢值得自豪嘅咧，就係你知喺個經濟發展嘅時候咧，我哋始終有啲人咧就係中意濫用權力，或者係貪污，或者係浪費。咁但係咧，你睇到你而家中國，我哋國家咧推動呢個8項規定，無論對我哋對官員嘅做調研，一定要唔可以形式主義，唔可以走過場，一定要落實到咧你嘅民眾之間，將嗰個實際情況咧能夠反映，能夠為市民做到佢哋應該做嘅嘢。好似好簡單，我哋香港換個車牌，我諗大家都好多經驗。但我去內地換一個車牌，我睇到咧，佢哋叫車管所，喺嗰種嘅環境咧係非常之闊落，係打晒 number， 打晒你嘅人姓名，咁因此咧令到你咧個排隊咧冇得打尖，再加上地方嘅闊落咧，你有位俾你坐，唔使排隊等。70歲以上咧係有即係優先權，咁好多嘅設備咧都令到啲人咧感覺到政府提供嘅服務咧係以民為本。咁而且換完個車牌翻嚟，原來10蚊係10年車牌。咁你因此咧，好多人咧都會覺得佢哋基本嘅生活嘅水平係有保障。譬如我去到內地嘅醫院做檢查，佢哋90%可以得到咧就係社保嘅保障。咁如果大家嗰張單就一樣譬如做驗血50蚊，咁我就要俾50蚊。原來內地嘅人民咧，佢就俾蚊，因為有90%咧係用社保，政府幫佢俾嘅。咁所以呢一個嘅社會嘅保障，令到人民咧係有種幸福感。咁呢個係最基本。如果人民冇幸福感，你講到天花龍鳳，有一部分人富起嚟，但係基層嘅人咧，如果生活得好困難嘅話，咁呢個就對一個國家咧就唔係一件好事，唔係一件好事，自然個國家亦都唔會強大，亦都唔會令我哋自己覺得自豪。